各位網友大家好，一講到海盜，相信大家呢就不其然咁諗到一艘插住骷髏頭骨黑色嘅旗幟嘅18世紀帆船喺大海茫茫上面乘風破浪，船上邊嘅人個個面目猙獰，殺氣騰騰嘅，佢哋嘅腦袋亦即係船長啦，用一塊黑色嘅眼罩遮住一隻眼，人稱佢獨眼龍船長啊。呢啲就係我哋聯想到嘅海盜啦。而現代嘅海盜當然就唔係咁嘅形象啦，佢哋通常7-8個人駕駛住一隻高速嘅快艇，手上個個就拎住 AK-47 喺海面上邊咧尋找佢哋嘅獵物噃。最著名嘅呢，就係索馬里海盜啦。喺印尼啊、菲律賓嗰啲海域上邊亦都會有海盜嘅。呢啲海盜要打劫嘅對象係好廣泛嘅，大至幾萬噸嘅超級大貨船，小至10零公尺長嘅小漁船。你話呢啲船隻一個唔好彩，俾啲海盜爬咗上船，輕則錢財貨物被洗劫一空，重則被拳腳交加暴打一餐，甚至遭到殺害被拋屍大海。今日就同各位嚟分享一單20幾年前發生喺大陸廣東沿海嘅海盜殺人搶劫嘅大案。講到嚟呢度，希望各位點讚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咯，多謝大家先。事件起因係咁嘅，有一間叫做廣東衛博輪船公司，1998年嘅11月17號朝頭早，呢間船公司嘅其中一個職員返到公司之後，就好似往常一樣檢視下船公司喺幾日之前派出去嘅貨船發翻嚟嘅信號，作用係確保呢啲船隻嘅安全，就同埋佢哋嘅航行位置。今日呢位職員呢，發覺有啲唔妥，於是呢就好緊張咁揾經理報告啦。經理，我哋公司派出去嘅孟敦省貨輪呢，長勝號冇按照平日咁慣常規定嘅時間發翻嚟任何信號。經理一聽心諗，咦，唔通船上嘅無線電信號有啲唔妥？於是就同呢位職員翻去控制室嗰度嘗試同長勝號進行聯絡啦。佢哋呼叫咗一輪，對方都冇反應。經理心知不妙，於是咧就將呢個情況報告咗俾船公司嘅高層啦。船公司高層亦都即刻咧就通知咗中國嘅海事單位同埋國際嘅海上救援組織。咁樣喺南中國海附近嘅地方同埋國家咧就即刻參與搜救咯。咁當時香港都有份參加噶，一共動員咗200幾艘船隻喺海面上邊搜索啦，但係始終都係揾唔到呢艘長勝號貨輪。有啲人就咁諗咯，唔通佢突然間遇到惡劣嘅天氣沉咗落海底？不過冇理由啊，喺11月中打後呢，都好少話有颱風嘅，天文台亦都冇發出過任何惡劣天氣嘅警告嘅。照計過萬噸嘅巨船，目標咁大，冇理由揾唔到噶，唔通成為咗鬼船？經過大家努力搜尋咗10幾日之後，一無所獲。大部分參與搜索嘅船隻喺無奈之下，亦都唯有放棄搜索行動啦。而就喺發現長勝號失蹤嘅第17日之後，亦即係12月嘅4號，呢一日天朗氣清，海面平靜。廣東沿海有好多嘅漁船呢，就出海作業捕魚啦。其中一隻漁船有個漁民，佢喺收網嘅時候，感覺今日個網特別聚手，哇，唔通撈到啲咩大魚？當佢將呢個漁網撈上船一睇，哇，嚇到魂飛魄散。原來裏邊並唔係佢想象中嘅咩大魚，
而係一具嚴重腐爛嘅遺體。漁民膽戰心驚咁樣睇清楚呢個遺體，佢係少咗一隻手嘅。根據佢判斷，好可能係俾鯊魚咬咗去。而遺體個身軀呢，係好似被人紮粽咁紮實晒嘅，繩索嘅一頭呢係綁住一嚿大石頭。於是漁民呢亦都即刻報咗警啦。跟住落嚟嗰10幾日，喺歇西、惠東、汕尾等地海域嘅漁船呢，亦都陸陸續續咁撈到10幾具嘅遺體。大陸嘅公安海警呢，感到非常之震驚，於是就將呢啲屍體即刻進行解剖化驗啦。結果證實，佢哋全部都係屬於長勝號貨輪上邊嘅船員嚟嘅。我哋睇下呢艘長勝號貨輪先吓。船呢，佢雖然係屬於廣東嘅惠博船公司，不過佢係一艘巴拿馬註冊嘅貨輪嚟嘅。每次出海佢都係掛住巴拿馬國旗嘅。咁船員呢就有23人。根據大陸警方嘅推測呢，呢艘貨輪好可能喺海上遇到海盜啦。咁點解呢20幾個船員咁殘忍咁俾人殺害呢？根據船公司向警方提供嘅資料顯示，呢艘貨輪上邊根本就冇咩值錢嘅貨物，而係全部都係煤炭嚟嘅啫。咁究竟長勝號孭住咁多煤炭同埋啲船員去邊度呢？咁啊時間呢就翻去11月嘅13號啦。呢艘萬噸級嘅巨型貨船喺上海嘅寶江碼頭嗰度裝滿晒煤炭，喺朝頭早7點10分就啟航前往馬來西亞嘅巴生港啦。咁佢就好似往常一樣，又係升起咗巴拿馬嘅國旗喎。咁點解咁多船公司嘅船呢，註冊地呢都係巴拿馬呢？由於巴拿馬呢對於嚟佢哋嗰度註冊嘅船都係有稅收方面嘅優惠嘅。當長勝號喺風平浪靜嘅情況之下航行咗3日，嚟到11月16號嘅中午時分，船隻就位處於台灣海峽咯。呢個時候喺遠處有一艘細船就暗中及住佢咯。呢艘細船上邊一共就有38個人嘅，佢哋嗰個頭目用望遠鏡就及住呢隻貨輪啦。咁睇清楚啲，佢係掛住巴拿馬國旗嘅，船身食水亦都好深，即係證明呢船上裝住大量嘅貨物啦，估計係好多值錢嘅貨物啦。呢鋪仲唔個個發大膽，揸住望遠鏡呢個頭目個名呢就叫做翁士良。咁佢就係1973年出世嘅，係汕尾人嚟嘅。佢喺當地係略有名氣嘅。喺90年代嘅時候，廣東沿海一帶咧走私活動係非常之猖獗嘅，而負責打擊走私活動嘅警方同埋海關呢係唔夠人手嘅。於是佢哋亦都揾嚟咗一啲漁民幫手啦，亦即係俾佢哋參與打擊走私活動。咁呢啲漁民呢就當然係要有質素先至肯制啦。呢啲咁嘅質素呢亦都係叫做緝私費啦。緝私費嘅多少就係根據佢哋幫手拉到嗰啲走私嘅貨物價值而再打一個百分比咁嚟計算嘅。即係譬如俾你捉到嗰個走私貨物係值100萬嘅，咁就分翻10萬8萬嗰個緝私費俾你咁咯。呢個條件誘因係非常之吸引啲漁民噶。你知啦，啲漁民世世代代喺大海度顛沛流離，食盡風浪，搵條命嚟搏翻嚟嗰啲漁獲，嗰啲微薄嘅收入遠遠都唔及緝私費咁高。所以喺當時嚟講啦，就有好多嘅漁民紛紛加入咗呢個緝私行列裏邊啦。我哋講呢個翁士良呢，就係其中嘅一個漁民轉為
緝私隊員噶啦。由漁民變成緝私人員嘅佢呢，就將原本自己嗰隻木船就換成一隻鐵船，水鬼升城隍搖身一變就成為咗一個合法嘅緝私船主啦。喺2-3年間，佢就係靠做緝私呢一行生意賺咗過百萬喎。喺當時嚟講，哇，真係過百萬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噶。當佢諗住長揾長有嘅時候，中國國務院呢係1998年嘅7月份做咗個決定，就係要擴充中國嘅緝私隊伍，同時全面取消晒個人承包嗰啲緝私船啦。咁樣一嚟，即係斷咗好似係翁士良佢哋呢啲咁樣嘅民間緝私隊條財路啦。對於食開大茶飯嘅佢，又點會甘心翻去以前嗰種靠打魚揾食嘅漁民生活啊？於是佢就絞盡腦汁睇過另外揾一條發達嘅財路啦。與此同時，有一個叫做喪偉嘅印尼人，咁佢亦都係73年出世嘅。呢個人語言天分呢就好好嘅，識得中文啊、英文啊，就同埋個印尼文啊等等多種語言。佢亦都做過幾年海員嘅，佢曾經因為犯案亦都踎咗幾年監嘅。放監之後呢，就嚟到深圳碰運氣，想揾下發財之路啦。呢個喪偉左諗右諗，俾佢諗到一條計。咦，每日都有咁多走私船從香港嗰邊走私啲貨物入去大陸，而佢通過一啲渠道呢，收集到一啲走私嘅情報。於是佢靈機一觸，佢心諗，如果我將呢啲走私嘅情報出賣俾民間嗰啲緝私艇，咁樣我咪可以收到可觀嘅情報費咯。佢嗰個情報呢，亦都係好多好準確噶。做咗一輪二五仔呢個角色之後，漸漸就撈到有啲名氣咯。正係因為咁嘅原因，翁士良呢就咁認識咗喪偉啦。一個就出賣情報揾錢，另一個呢就話打擊走私分紅揾食。於是乎，佢兩個一拍即合，有錢齊齊揾，合作非常之愉快啦。但係久而久之，做走私嗰啲人俾你捉得多，搞到損手爛腳，人老精鬼老靈，佢哋亦都從中學叻咗啦。經常就放一啲假消息出嚟，或者聲東擊西，將嗰啲出賣情報同埋緝私嘅人玩到陀陀令，搞到嗰個翁士良出高價喺阿喪偉嗰度買翻嚟嗰啲情報都係流料嚟嘅。喺屢屢中晒伏嘅情況之下，就導致咗兩個人嘅關係緊張咯。再加上後期呢，嗰個政策就突然改變，搞到民間嘅緝私艇生意呢，冚晒旗冇得撈。正當翁士良望住自己嗰隻咁嘅爛鐵船發晒呆嗰時候，喪偉呢就揾上門同佢提出咗一個建議。佢話而家呢，俾啲政策搞到我哋冇得撈，勒住個褲頭，不如我哋進取啲，或者大茶飯食。翁士良就冇佢咁好氣，有咩計啊？講嚟聽下。喪偉話，反正我哋都係做開緝私噶嘛，不如我哋將計就計，就將自己話成係警方嘅緝私名義，出去公海將一啲外國船隻攔途截劫，然後做低佢船上嗰啲船員，掟晒落海餵鯊魚，然之後我哋呢就將佢隻船就開翻嚟，就同警方報告話呢隻係走私船嚟嘅，咁樣我哋咪分到緝私費咯。就算唔得嘅話，我都仲有辦法將船上嗰啲貨物處理好，即係賣咗佢出去。呢單係揾大錢嘅機會啊，唔好錯過。翁士良聽完佢咁樣講，
沉思咗一陣，突然佢驚覺咁問：喂，你咁樣唔係緝私喎，分明就係老笠打劫做海盜喎。點不知喪偉話：唉，你唔好理佢，緝私又好，打劫又好，海盜都好啦，大茶飯有錢揾咁就得啦。翁士良再三思考，最後都係同意咗喪偉嘅建議。不過佢補充話：嗱，有兩點係唔喐得噶。第一點，我哋呢絕對唔可以喐翻中國嘅船，因為船主同船員係中國人嘅話呢，案件喺中國偵辦呢係好容易識破嘅。我哋淨係做外國嘅船，萬一外國警方派人嚟中國辦案，阻力呢就會大好多啦。佢哋亦都冇咁容易搞得掂。第二點就係劫船又好，殺人拋屍又好，都必須要喺公海嗰度進行，因為喺公海出邊發生嘅案件呢，一般呢都係根據嗰隻船嘅註冊國嘅法律嚟判斷有冇犯法。因為呢喺取證同埋破案檢控個過程呢，都係相對嚟講係困難好多嘅。當佢兩個人計劃好呢條毒計之後，咁大壇嘢，咁淨係佢兩條友肯定就唔夠人手啦。於是喪偉就拍心口話可以喺印尼嗰度揾多10幾個兄弟幫拖啦。喺90年代，東莞啊、深圳啊呢啲地方，嗰啲卡拉 OK 娛樂場所非常之蓬勃嘅。印尼佬喪偉呢就經常出入呢啲咁嘅黃色架步噶嘛，所以佢就認識咗一個叫做賈宏偉嘅卡拉 OK 夜總會睇場喎。呢個賈宏偉呢係1974年出世嘅，咁佢係河南嘅南陽人。佢生得非常之健碩高大，有1.8米咁高嘅，曾經呢當過兵。從外表咁睇呢，生得高大威猛，可惜啦，有勇無謀，即係得個殼冇腦嗰種啊。喪偉揾到賈宏偉呢，就對佢講啦：喂，兄弟，你想唔想揾錢啊？有錢揾梗係想啦，係咁就得啦。嗱，過幾日呢，我哋就會以邊防警察緝私隊嘅名義出外海緝私，需要呢一啲人手嘅。你有興趣嘅話就預埋你嗰份。賈宏偉一聽即刻呢就應承咗啦。去到11月中旬嘅時候，翁士良同埋阿桑尼準備行動嘅時候，咦，有啲問題喎。原來翁士良發覺佢嗰架鐵皮船呢出咗啲故障喎，隻船沉咗。於是佢就揾佢個親戚黃達銘借船喎。呢個黃達銘以前呢同佢亦都係一路嘅，專係做埋呢啲咁嘅所謂民間緝私嘅生意。不過佢都仲係問咗話翁士良：喂，你借啲嘢船嚟做咩嘢啊？翁士良就答佢：出海緝私啊嘛。黃達銘話：而家上頭唔准我哋民間緝私啦，你唔知咩？翁士良話：你唔使理咁多，總之揾到錢有你嗰份。黃達銘聽見，咦，有錢分啊？於是自己呢，雖然唔去，派咗自己手下2個兄弟去參加喎。喺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就由喪偉、賈宏偉呢2個人呢，帶住另外嗰36個馬仔，開住借翻嚟嗰隻鐵皮船就出海咯。而翁士良呢，就冇上到船咯。咁佢究竟做乜嘢呢？佢留翻喺岸上接應佢哋。當然啦，仲有一個重要嘅任務啊，就係負責聯絡買家啦。去到11月16號中午12點鐘，桑尼就攞起個望遠鏡喺茫茫大海上邊周圍及咯。突然間俾佢發現有一隻掛住巴拿馬國旗嘅貨船。佢睇真下呢條船，哇，好大條嘅，而且食水非常之深。佢興奮到不得了，呢次發達啦！於是佢立即下命令開行推補，全速向隻貨船進發啦。佢一邊召集晒所有嘅兄弟，全部換上邊防警察嘅制服，個個手中攞住長槍短槍。當佢哋隻鐵皮船靠近隻貨輪嘅時候，
桑偉對住隻貨輪一路發住支紅旗，一路大聲用英文喺度叫：即刻停船！我哋係中國嘅邊防警察，請接受檢查。不過呢隻貨輪呢，唔知聽唔到定係聽到唔停呢，總之就冇停落嚟嘅意思啦。桑偉見到佢唔停船，攞起隻 AK-47 向住個天嘭就開咗一槍。貨輪見到出動到槍，冇辦法啦，被逼緊急停船。由於貨輪停得急啊，所以呢就形成咗一個半圓嘅圈啦。而桑偉佢哋呢隻鐵皮船呢，閃避不及，就被捲咗落個漩渦嗰度，導致到佢哋隻鐵皮船仔呢就撞落喺隻貨輪嘅船身嗰度啊！佢哋嗰個船頭就撞到爛晒啦。正當貨輪上邊嘅人手忙腳亂騰晒雞嘅時候，呢班海盜亦都即刻爬上呢隻貨輪上邊啦。桑偉手持 AK-47，帶住幾個馬仔即刻就衝去駕駛艙。正當佢哋控制咗呢隻船嘅船長同埋駕駛艙裏邊嘅人之後，突然有個手下衝入嚟就同佢講咯：喂，老大，呢次瀨嘢啦！原來成隻船裝嗰啲貨物唔係咩貴重嘢啊，而係全部都係煤炭嚟噶。加上嗰23個船員全部都係中國人嚟添。桑偉一聽，成個謝晒：唔係咪啊？我哋使盡出奶嘅力先至搶翻嚟呢隻船，竟然成隻船裝嘅都係唔值錢嘅煤炭。於是佢就大聲問嗰個船長啦：究竟你呢隻船係巴拿馬嘅船定係中國嘅船？點解你掛住巴拿馬嘅國旗？船長就同佢解釋話：呢隻呢係中國嘅船嚟嘅，只不過呢就係喺巴拿馬註冊，因為呢可以呢減低啲稅，而佢哋船上運嗰啲煤渣呢就係運去外國攞嚟起公路用嘅啫。桑偉同佢班手下聽到個個都謝晒，想話放棄呢一單劫船行動，翻去自己嗰隻咁嘅爛鐵船仔嗰度。不過呢個時候佢哋嗰隻鐵船呢，因為個船頭爛咗啊，不斷咁入水。如果佢哋跳翻落去佢哋嘅鐵船嗰度呢，相信隻船會沉嘅。桑偉就唯有命令啲馬仔就上翻去佢哋嗰隻船仔嗰度呢，就將嗰啲對講機嗰啲儀器搬上隻貨船啦。因為佢要同岸上邊阿翁士亮聯絡噶嘛。呢個時候嗰個夜總會卡拉 OK 嘅體場，賈宏偉呢就拎住槍，帶住一班馬仔去到貨船上邊每一個船艙進行巡視啦。同時佢哋將貨船上邊嘅所有船員扣上手扣，搶掠晒佢哋身上嘅財物。佢哋個嘴呢又全部俾啲海盜揾啲膠紙封住，咁有啲人呢甚至被打到頭破血流。賈宏偉呢就對嗰啲手下講：喂，我哋打嘅旗號呢係邊防緝私隊嘅旗號嚟嘅，你哋呢啲又搶又打呢啲咁嘅所謂，即係明話俾人哋知我哋係海盜啦。不過呢一切呢都為時已晚啦，因為貨船上邊嗰23個船員呢，佢哋亦都已經知道係咩回事啦。呢班根本就唔係乜鬼嘢邊防警員，而係不折不扣嘅一班海盜。另一方面，唔知佢哋嘅通訊系統出咗故障，抑或呢佢哋唔識使用啦。搞咗幾個鐘頭，桑偉呢都唔能夠同岸上嗰個翁士亮聯絡得到啊！喺茫茫大海之上，手機亦都冇信號啦。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喎。萬一喺大海之上俾人發現佢哋呢班海盜，咁佢哋就插翼難飛啊！於是桑偉諗嚟諗去，就俾佢諗到一條計喎。佢就叫賈宏偉同埋班馬仔將船頭位置寫住長勝輪嗰個標誌拆咗佢，求其就寫上另外一個標誌。咁樣呢，就解釋得到點解當時附近嘅國家出動咗成200艘嘅船隻喺海上尋找長勝輪揾唔到嘅原因啦。講翻長勝輪上邊本身嗰20幾個船員，亦都係苦不堪言嘅。每日除咗佢哋被逼從事各種本身本職嘅工作之外，到咗夜晚，除咗船長同埋另外2個做廚師嘅老人家之外，所有人都要戴住手扣瞓覺。
貨輪呢就咁喺海嗰度呢漂浮咗4日，去到第5日，廚師呢就上嚟報告啦，話船上嘅食水同埋食物呢唔係好多咯。賈宏偉見到咁樣，就命令以後每一個人每一日只准食一餐飯。所有人喺呢隻船上邊漫無目的咁喺大海上面漂浮咗幾日，佢哋不安同埋煩躁又冇希望嘅情緒呢就蔓延開去啦。當佢哋呢隻船喺海上邊漂浮咗7日7夜之後，桑偉覺得咁樣落去唔係辦法，佢把心一橫，決定呢就落命令將隻船開返去大陸。去到第9日，當隻貨船越嚟越接近大陸，桑偉個手機突然間有咗信號，佢即刻就打電話俾岸上嘅翁士亮啦。佢將搶翻嚟嘅全部都係煤渣，同埋而家佢哋嗰個狀況話咗俾佢知，同時就問翁士亮有冇咩解決辦法。翁士亮就同佢講：嗱，你呢就喺原地嗰度等待，我諗下睇有咩辦法，然之後呢就會覆電話俾你哋噶。總之就放心吓，我一定會派人嚟接你哋嘅，同埋呢我會聯絡到買家，將呢隻貨船賣出去。原來呢個買家呢就叫做羅傑，佢都係之前桑偉介紹識嘅，佢係一個喺新加坡做生意嘅印尼商人。當翁士亮揾到佢嘅時候，經過雙方嘅討價還價，最後羅傑呢就應承願意用35萬美金買咗佢呢隻貨輪，折翻人仔都有300幾萬。不過佢有個條件，羅傑就同佢講：嗱，買還買，我有個條件啊，我淨係要隻船噶咋，所有嘅人我都唔要噶。翁士亮聽見佢咁樣嘅條件，眉頭都皺晒，咁咪即係要搞掂貨船上邊嗰23個船員。去到24號嗰日，佢就叫桑偉將隻船開出去公海，依計劃行事啦。貨輪上被控制嗰23個船員見到隻貨船呢又開翻出去公海，感到非常之驚恐啊！唔單止佢哋，其他嗰啲海盜呢見到隻船咁樣走法，佢哋亦都感到煩躁不安。佢哋之間仲出現咗互相謾罵推撞嘅情況添。桑偉見到咁樣繼續發展落去實會出事，不如早啲落手速戰速決，將嗰啲船員搞掂佢。但係佢哋啲30幾個海盜，雖然呢有啲人真係做過打家劫舍去偷去搶嘅勾當，不過冇一個人曾經真係殺過人嘅。桑偉就集合晒所有嘅海盜，同佢哋講，翁士亮要求佢哋搞掂晒嗰23個被俘虜嘅船員，然之後呢就將呢隻貨船賣咗佢，跟住分錢。哇！嗰班海盜一聽，個個腳都震埋，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紛紛。經過一輪爭吵之後，最終同意殺人拋屍嘅竟然佔咗大多數。桑偉揸起佢支槍威脅話：今晚如果唔肯落手嘅人呢，我只能夠講聲對唔住。佢呢頭講完，有幾個海盜呢就壓住嗰23個船員上晒甲板啦。所有呢啲船員都被啲海盜呢用黑布蒙頭。呢個時候喪盡天良嘅桑偉呢，當住一眾海盜嘅面，攞住一啲鐵棍，行到埋去船長身後邊，對住船長個後尾枕大力一棍，船長慘叫一聲就倒地不起啦。桑偉將支鐵棍遞俾賈宏偉：喂，到你啦！呢個時候喺嗰班船員嗰度有一個年紀大啲嘅，用河南話向賈宏偉求情：偉哥，睇在鄉里份上，你放我一條生路啦！賈宏偉揸住啲鐵棍嘅手微微咁震咗一下，不過與此同時，佢就見到桑偉揸住支 AK-47指住佢，心想唔係你死就係我亡，一咬牙攞住啲鐵棍就向住個老鄉頭頂大力拗落去。就係咁樣，嗰班海盜一個個喺桑偉嘅脅迫之下開始喐手啦。有啲呢就負責殺人，有啲呢就負責拋屍。佢哋滅絕人性嘅殺戮啦，持續咗成晚，去到第日天光呢，
真係有一隻船仔嚟接應佢哋。原來呢班又係印尼佬嚟嘅，佢哋從喪偉呢班咁嘅海盜手中咧接管咗呢隻貨輪。喪偉佢哋呢班海盜咧就開住嗰班人嚟嗰隻船仔，拖住佢哋嗰隻爛鐵皮船咧就翻上去岸啦。自此之後，呢隻長勝號萬噸貨輪就好似鬼船咁樣神秘咁消失得無影無蹤啦，直到今日都冇人知道佢喺邊度。咁之後中國公安又點樣拉到呢班海盜嘅呢？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問題呢就出喺撞爛咗船頭嗰隻咁嘅鐵皮船嗰度啦。故事嘅開頭咪講好多漁民喺海出邊打魚呢，撈到好多遺體嘅。大陸公安同埋海警呢對呢件案非常之重視，於是呢就發散人手周圍去刮料啦。有人舉報話見到有一個船主叫做黃達銘嘅，佢嗰隻船頭唔知點樣撞爛咗。去到98年嘅12月30號，一隊公安嘅專案組成員嚟到撞爛咗船頭個鐵皮船嗰度調查啦。佢哋刮走咗撞爛船頭上邊嘅一啲油漆，經過化驗之後，證實呢啲油漆呢就係屬於長勝號上邊嘅油漆樣本嚟嘅。喺1999年嘅1月1號，公安就包圍咗黃達銘佢匿埋嘅地方啦。1月2號嘅凌晨2點鐘左右，公安破門入屋，將正喺度熟睡嘅黃達銘拘捕。經過一輪嚴刑審訊，佢供出咗翁仕良同埋喪偉等人呢借過佢隻船，不過堅稱自己冇參與到成個行動嘅。跟住公安好快就喺深圳將嗰個做夜總會卡拉 OK 睇場嘅賈宏偉拘捕。為咗保命嘅賈宏偉即刻咧就供出咗主犯喪偉嘅藏身之處啦。當公安趕到去嗰陣呢，喪偉呢正喺度同佢個二奶喺間屋裏邊做緊人體運動，就係咁樣赤條條咁被捕啦。公安跟住喺落嚟嗰2個月裏邊，追到去黑龍江啊、雲南啊、河南啊等地方，將其餘嗰30幾個海盜全部緝拿歸案。不過走甩咗最重要個主犯翁仕良喎，好彩走唔得遠。大半年之後，去到1999年嘅8月15號，公安喺廣東省惠來縣一個地方將佢逮捕埋。一查之下，其實佢哋呢班人呢都唔係第一次劫船噶。原來喺1998年嘅9月，喪偉就曾經同一個叫做朱有旺嘅汕尾人密謀出海打劫噶啦。佢哋嗰次嘅行動呢，就劫咗一隻叫做路易莎嘅新加坡籍貨輪啦。嗰隻船上邊裝咗5000噸嘅棕櫚油。佢哋作案嘅時候，當時亦都係着住邊防緝私警嗰啲制服嘅。佢哋將嗰隻船嘅船員全部運晒落去船艙裏邊，然後就揾咗10幾個印尼佬將隻貨輪開走咗。不過嗰次呢就事敗，搞到呢班海盜冇辦法銷贓，即係賣唔出啊，只能夠抌低隻貨船同埋啲貨物逃走咗啦。咁究竟佢哋做海盜嗰啲槍支彈藥喺邊度嚟嘅呢？哦，原來係翁仕良派喪偉去越南嗰邊買翻嚟嘅。之後佢哋亦都再出動過4次嘅，不過嗰幾次呢都係啲細眉細眼嘅嘢，譬如一啲生果啊、蔬菜啊啲唔值錢嘅嘢。每一次出海打劫呢，翁仕良呢就喺岸上指揮嘅啫，就由喪偉帶住嗰班僆出海嘅啫。而背後嘅老闆呢，就係翁仕良啦，因為每一次嗰個費用都係由佢出嘅，有時都係10幾萬，有時幾十萬，但係次次都係做蝕本生意。時間去到1999年12月22號，喺汕尾市嘅中級人民法院經過一審，判咗翁仕良、喪偉、賈宏偉、黃達銘等13個人死刑，其餘嗰啲海盜有啲呢就判咗無期徒刑，有啲呢就判咗有期徒刑，視乎佢哋嗰個情節輕重。判決出爐之後，咁呢
班海盜呢就不服啦，就上訴咯。尤其係嗰個黃達銘，佢嘅理由係我淨係借咗船俾佢哋啫嘛，成個行動過程我都冇參與到。但係控方就話由頭到尾佢都係知情嘅，而且提供咗嗰個主要嘅作案工具，仲派咗個手下2個馬仔參與行動，而且有份分贓。喺2000年嘅1月10號，廣東省嘅高級人民法院駁回晒佢哋嘅上訴，維持原判。到此為止，呢班殺人斬眼、窮兇極惡嘅海盜得到咗應有嘅下場。好啦，各位，今日呢個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收聽，下次再揾個新故事同大家分享過，拜拜。